大家好，歡迎返嚟小飛飛頻道入邊嘅爸爸說書系列，我係小飛。咁小飛呢個大女 Natalie 今年啱啱踏入咗中學嘅生涯，佢而家要讀嘅科目同埋要背嘅嘢，真係比小學嘅時候多咗好多。咁有一日我喺書局嗰度見到呢一本書，覺得好吸引。個書名叫做《提升孩子記憶力50法》。咁我都希望可以幫助到佢提升記憶力。等佢可以喺適應中學生活嘅同時，喺學習嗰方面都可以順利一啲，學得輕鬆啲。呢一本書嘅作者叫做崔華芳，係一個中國家庭教育嘅指導師。佢長期專注喺素質教育研究工作，同埋家庭教育呢一方面嘅寫作。佢呢一本書出版咗之後呢，都好受歡迎，所以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揭開第一版嘅前言，就係講緊呢一本書嘅重點。記憶力係智慧之母。記憶力並不等同於智慧，但係冇記憶力嘅話，又點會有智慧呢？英國有一個好出名嘅哲學家叫做培根 （Francis Bacon），佢曾經講過，一切嘅知識都只不過係記憶。人嘅大腦就係一個記憶嘅寶庫，人經歷過嘅事物、思考過嘅問題、經歷過嘅情感同埋情緒、練習過嘅動作，都可以成為我哋人類嘅記憶嘅內容。我哋人類係依靠大腦嘅記憶功能，將社會嘅經驗一代一代咁傳遞落去，咁我哋嘅智慧先至可以不斷咁發展，人類嘅社會呢，先至可以不斷咁進步。良好嘅記憶對於一個人嚟講呢，係真係非常之重要。書入邊講咗一個故事，係講以前東漢嘅時候，有一位名叫賈逵嘅人，佢喺5歲嘅時候都仲未識得開口講說話。咁佢嘅家姐呢，平時喺屋企嘅時候，有時間唔中都會聽到隔籬屋傳嚟一啲讀書嘅聲音，咁佢就會抱住賈逵一齊喺度聽。但點知去到賈逵10歲嘅時候，發現，咦，佢竟然可以暗暗地咁背誦到5經嘅內容。咁家姐就覺得好驚奇，好奇怪啦。發現原來反反复复咁樣去聽隔籬屋讀書，係可以對於啲內容變得耳熟能詳。家姐覺得，咦，細佬原來係得㗎，係有能力㗎，咁就決定幫助佢。將庭園裏邊一啲桑樹皮剝咗落嚟之後，剪成薄片，等佢可以一路朗誦，一路咁寫落嚟。經過幾年嘅努力，賈逵已經能夠通曉5經同埋其他史書啦。所以呢一個故事亦都證明到俾我哋睇 output 嘅重要性。記憶係指人嘅大腦對於經歷過嘅事物進行咗儲存，同埋再現翻出嚟嘅能力。簡單嚟講啦，就係將某一啲嘢記住，想知道、需要嘅時候就可以諗翻出嚟。其實有好多著名嘅人物都係有非凡嘅記憶力嘅。我試下舉其中一個例，拿破崙大家都識㗎啦。佢喺打仗嘅時候呢，就對於當時法國海岸所設置嘅大炮嘅種類啦，同埋啲位置，都可以正確咁樣去記憶落嚟，並且可以輕而易舉咁指出佢下屬報告裏邊嘅錯誤，甚至每一個驛站嘅距離，佢都記得一清二楚。記憶喺智力嘅結構入邊呢，佔咗一個好重要嘅地位，係智力活動嘅基礎。人嘅智慧結構入邊呢，所有嘅因素都離不開記憶。冇記憶嘅話，無論係觀察、想象、思維都冇辦法進行落去。所以我哋每一位父母都應該好重視孩子記憶力嘅培養。正如啱啱所講，記憶力呢係智力嘅一種表現。咁所以記憶力對於小朋友嘅學習呢係非常之重要。記憶力好嘅小朋友，好快就能夠可以記得住課本上面嘅知識，甚至嗰啲非常之複雜嘅數字同埋公式，呢一種小朋友都可以學得好輕鬆，而且成績都係會比較好。
相反，記憶力差啲嘅小朋友，往往呢係要花更加多嘅時間嚟去背書，有時候甚至會突然間唔記得咗咁樣，去到考試嘅時候呢，亦都攞唔返出嚟，咁樣啲成績自自然然就會處喺一啲中等嘅水平。小朋友正處喺一個身心快速發育嘅時期，佢哋嘅記憶力同埋成年人都會係唔一樣嘅，所以了解小朋友嘅記憶力特點呢，係有助幫助到父母可以針對性咁提高佢哋個記憶力。一般嚟講啦，幼兒時期嗰時候 BB 嘅時候呢，往往都係以無意記憶為主嘅，形象記憶係佔咗個主導嘅地位。喺呢一個時候嘅佢哋，往往對於生動、有趣、活潑嘅事物呢，都係會非常之感到有興趣，因為呢一啲嘅事物能夠引起佢哋嘅情緒反應，只要重複出現幾次，佢哋就可以毫不費力咁樣去記住。例如佢哋自己中意嘅玩具啦，媽咪平時用開某一件物件啦，中意食嘅食物種類等等。但係呢一啲無意記憶同埋形象記憶呢，其實好快就唔記得晒噶啦，因為啲心理研究學研究呢話，0至4歲嘅小朋友，佢哋嘅記憶力嘅一個特點就係好容易唔記得。所以大家有冇諗翻自己？我哋自己大部分嘅人呢，對於3歲以前嘅嘢呢，都係會唔記得噶啦。隨住小朋友年期嘅增加啦，記憶力嘅特點呢，都係會有改變噶。4歲之後嘅小朋友往往係可以記住好多嘅事情，有啲甚至會係終身難忘。咁當然啦，呢一個年齡段嘅記憶基本上都係屬於形象記憶。咁所以家長應該喺呢一個時期通過唔同嘅形式，同埋運用一啲有意思嘅遊戲嚟吸引孩子嘅注意力，開始有意識咁開發佢哋個記憶能力。去到5至6歲啦，有意記憶就會開始發展，佢哋唔單止可以記住一啲嘢，而且能夠回憶翻出嚟，仲會識得運用一啲嘅方法嚟幫助自己加強記憶。去到小學啦，有意記憶呢就會開始佔據主導嘅地位，而且從記憶嘅方法嚟講，由於小朋友抽象思維嘅能力開始發展啦，佢哋係會開始傾向啲有意義嘅識別。所以喺呢一個年齡階段嘅小朋友呢，記憶力嘅培養係一定要嘅，同時候亦都需要加入一啲專業嘅記憶力訓練嚟去保證佢哋記憶力係可以適應學習嘅需要。去到14、15歲嘅時候啦，記憶力呢就會發展到一個最好嘅時期。咁呢一個時候嘅佢哋唔單止可以自覺咁運用一啲有意嘅記憶啦，而且能夠好有效咁樣去使用機械式記憶嚟幫助自己去記一啲必須要記得但係又冇乜意義嘅內容。咁所以呢一個時期嘅學生，佢哋已經可以開始識得運用一啲記憶嘅策略嚟去幫助自己去達到記憶呢一個目的。尤其係考試之前去讀書，佢哋會識得運用一啲唔同嘅方法，例如自我暗示、排除干擾、手腦並用、瞌埋眼諗嘢呢一啲唔同嘅方法。咁呢一本書呢所提及過有50種嘅方法喎。咁嚟緊嗰幾集啦，我都會介紹幾個方法俾大家，希望可以幫助到你，可以有效咁去訓練你屋企小朋友嘅記憶力，等佢哋可以輕鬆享受學習嘅快樂。咁當然，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都可以買呢本書嚟睇。如果唔夠時間睇書嘅話，就可以聽下嚟緊我呢幾集嘅介紹啊。我係小飛，下一集爸爸說書呢一個系列再同大家去講一講呢一本書。拜拜。